去到而家都係講緊廢話，嘥晒大家嘅光陰。其實我呢18年裏面咧，我哋5個講過好多廢話，其中一句咧係好緊要嘅，就係一定要做自己喜歡做嘅嘢。廢話，因為有時咧你係會有人認同嘅，有時咧係冇人認同你嘅。咁最緊要係乜嘢啊？有人認同。咁我哋睇一睇片先。榮獲提名最佳女配角包括大概2個人，忽然之間就咁樣走咗，自己成為孤兒，嗰個感覺唔識得去形容。滕麗明《尋秦記》。我睡咗你20幾年，我只係想提醒你，親疏遠近，有時能易兼顧。好啦，睇完呢啲提名片段咧，我可以好肯定咁講，爆姐同埋英雄姐我係勁唔過嘅，但係其餘嗰3位我可以好有信心咁講，我都係勁唔過嘅。OK， 咁我哋事不宜遲啦，咁啊即將揭曉個結果啦，好嘛？好啊，好緊張。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，阿妹衛詩雅。衛詩雅首次入圍最佳女配角就成功奪獎。首先多謝朱玲玲，我要多謝金像獎嘅評委們，多謝再見 UFO 嘅導演梁柏堅，多謝監製 Amy 姐，多謝你哋願意7年前相信我，俾一個咁好發揮嘅角色我，希望我冇會令你哋失望。多謝我哋再見 UFO 嘅團隊，多謝入邊嘅所有演員。編劇、工作人員，多謝高登先，多謝 Winnie 曾，多謝你哋嘅宣發團隊，辛苦晒你哋啦！多謝我嘅公司 EG， 多謝我嘅老闆，多謝我嘅經理人團隊們，多謝我嘅伙伴。